醫管局作為全香港最大嘅醫療機構咧，係提供咗絕大部分嘅醫療嘅服務嘅人次咧，亦都係數以百萬計嘅。雖然局方咧每年可以動用嘅公帑咧係超過300億元，但係我哋睇到咧喺病人輪候嘅時間啦、藥物資助呢幾個方面咧，都係明顯係有不足嘅地方。有好多嘅舊嘅問題咧，依然咧都係唔能夠有效咁樣去處理。我哋最近咧係留意到屯門醫院咧內科醫生咧係爆發咗呢個離職潮，呢個咧就再度係突顯出咧醫生工時過長、晉升前景差等等呢啲醫管局內部管理嘅一啲嘅問題。點解我要提屯門醫院呢個問題呢？因為我覺得屯門醫院咧出現呢個醫生離職潮嘅問題咧，係有佢自己本身嘅獨特性，亦都係有咧一個普遍性嘅。我所謂嘅獨特性咧就係我哋睇到咧，新界西聯網咧，其實佢主要服務嘅地方咧就係屯門、元朗同埋天水圍。近年咧，呢幾個地方咧個人口咧係不斷咁樣去上升。我哋會睇到咧，呢度嘅人口咧已經係超過咗有100萬，但係咧我哋嘅醫療服務咧明顯係跟唔上。整個聯網服務嘅經費，如果我哋用人口比例咁去計算呢，你會發覺呢，原來同我哋港島東同埋港島西嘅聯網呢係相差咗呢好大嘅一橛嘅。天水圍公營醫療服務唔夠呢，其實我哋喺議會裏面呢亦都係傾過，好多人呢已經係作出好大嘅批評。本來咧，我哋諗住博愛醫院喺重建咗之後咧，大家可以將呢個部分嘅服務咧係分流到去其他區裏面，以減輕屯門醫院嘅負擔。但係咧，我哋睇到咧，其實喺醫管局呢方面咧個配套係做得唔係太足夠。結果咧，即使博愛醫院重建咗之後，屯門醫院嘅服務需求嘅壓力咧依然係存在，依然係得唔到一個舒緩同埋得唔到改變。我想講嘅普遍性呢，就係我哋睇到呢喺屯門醫院呢件事裏面呢，係見到全香港公營醫院呢，其實都係鬧緊人手荒，當中部分嘅專科，特別係內科呢，係特別嚴重嘅。